自2024年1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踮伫神甲人中间的祭司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出来及记27章20节到28章43节。你着吩咐以色列人，将煎出来的上好橄榄油摕来互你，做点灯的路用，互会幕的顶不时点缀。阿伦甲伊的囝着伫会幕内面约柜前的帐篱外，对下暗到早起，伫上主面前照顾管理灯火。这要做以色列人代代着守的规例。你着对以色列人的中间，叫你的兄哥阿伦甲伊的囝拿答、阿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来你遮做祭司服侍我。你着甲你的兄哥阿伦做成的礼服，互伊有荣光甲威严。遐会得着我智慧的神充满的牛的师傅，你着吩咐因甲阿伦做礼服，互伊分别做成，做祭司服侍我。这个礼服包括兄弟以弗得外袍、过袖的内袍、礼帽甲腰带。因着甲你的兄哥阿伦甲伊的囝做成的礼服，互因做祭司服侍我。礼服着用金线甲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以及幼麻做，阁着用金线甲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以及锁过的幼麻，用机卡的手路做衣服得，着做2条经带，连伫衣服得。衣服得的腰带着甲衣服得同款，用机卡的手路，用金线甲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以及锁过的幼麻织起来，互伊甲衣服得连做一个。着摕2块红玛瑙刻雅各12个囝的名，照因出世的顺序，6个刻伫一块，6个刻伫另外一块。着用刻印仔的手路，将雅各的囝的名刻伫宝石，鑲伫金孔里。着将这2块宝石安伫衣服得的经带，做以色列12支族的纪念石。阿伦着伫2个经带按因的名，将因带到上主面前，互上主画记得。着用金做2个孔，搁用纯金拍2条链仔，亲像枷锁仔，然后安伫金孔。你着做一个判断的形地，用甲做衣服得同款机卡的手路，用金线甲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以及锁过的幼麻做。形地着4方个，凹相间，长宽拢22公分。你着伫形地顶面鑲4撮宝石，第一撮用红宝石黄玉赤玉，第二撮是用绿宝石、蓝宝石、金光石，第三撮是紫玛瑙、白玛瑙、紫色的水晶，第四撮是青玉、红玛瑙、碧玉，这个拢着鑲伫金孔。这个宝石照雅各的囝的名共12块，用刻印仔的手路，逐块刻一个名，代表12支族。搁用纯金亲像枷锁仔安尼拍2条链仔，安伫形地。
兄弟的双头着做两个金环，将迄两条金链仔连伫兄弟双头两个环，搁用两条链仔的双头连伫两个孔，安伫以弗得经地的头前。你着做两个金环，安伫兄弟双头的沿，均以弗得往内面迄边。搁着做两个金环，安伫以弗得头前的经地下面。瓦棍三连的所在，用机卡的手路接的以弗得的大顶面。因着用蓝色的釉带，将兄弟的环甲以弗得的环绑做伙，搭伫用机卡的手路接的以弗得的带，将兄弟甲以弗得固定地。阿伦入圣所的时，着将有刻雅各的囝的名，迄个判断的兄弟挂伫胸前，带来上主的面前，互上主为基地。你着将乌灵甲土明下伫判断的兄弟下面。阿伦到上主面前的时，着将这个下伫伊的胸前。安尼，阿伦常常伫上主面前为以色列人做判断。你着做穿伫以弗得内面的外袍，规领是蓝色的。袍顶面的对中，着为着头壳留一个孔，领沿着接互用，亲像剑甲的领孔，才免破裂。袍的下骹步着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做射流，着做金的钢铃仔下伫射流甲射流的中间。袍规个下骹步，一个钢铃仔一个射流，一个钢铃仔一个射流。阿伦服侍的时，着穿外袍。伊入圣所到上主面前，以及出来的时，着会当互人听到钢铃仔的声，才免受杀死。着用纯金做一块牌，用刻印仔的手路刻圣化归上主。着用一条蓝色的带，将迄块牌绑伫礼帽的头前。即个牌着常常伫阿伦的头遐，互阿伦担当以色列人奉献圣的礼物的时所犯的罪，互遐个祭物得到上主的接纳。着用幼麻织内袍，用幼麻布做礼帽，用刺绣的手路做腰带。你着为阿伦的囝做内袍、腰带甲头巾。互因有荣光甲威严，这个着互你的兄哥阿伦甲伊的囝穿，甲因抹油、受祭，互因分别做圣，互因做祭司服侍我。着用幼麻布甲因做礼裤，对腰到大腿遮因的下体。阿伦甲伊的囝入会幕。也是来圣所瓦群祭坛服侍时，着穿礼裤，才免因受刑罚来死。这要做阿伦甲伊的后代永远的规例。踮伫神甲人中间的祭司。台语有一句俗谚讲：歹命人爱算命。人伫不如意的时，往往想问神明，通有伫家己的未来好趋吉避凶。一位初信的信徒分享伊信主之前问神明的经验。当落时，负责解释的倒头对伊讲：若无带到额的金钱，
生命就无法度降点动机心肠为改迄。即种唯利是图的宗教行为，毋但侮辱伊的生命，也愚弄人的单纯之心。上帝甲以色列人对埃及带出来，到西奈山甲伊立约。上帝互因清楚的使命是，因爱成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。祭司的职务是代表人民服侍上帝，甲人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，也甲上帝的启示讲互人知。祭司要成做人神之间的桥梁，必须爱大声代表双方。上帝竞选摩西的兄哥阿伦和伊的囝儿拿答、阿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做祭司，爱因踮上帝面前服侍。上帝是圣洁的，服侍伊的祭司也爱圣洁，因为安尼祭司爱穿特别封制的圣服，包括红白衣服的外袍、内袍、礼冠、腰带和裤仔。红白约2公分、2层的结构，顶面镶着刻有雅各12个囝儿名字的12块宝石，内面藏断定上帝旨意的乌明和土明。衣服的两边添2条通束缚环的经带，顶面有金丝环和金链仔。金丝环内面镶着2块红玛瑙，顶面按照大细汉的顺序刻雅各12个囝的名字。礼冠是祭司制的圣帽，用麻绳填制，顶面有一个纯金做的牌仔刻圣化归上主的字样。准备做祭司的人爱穿裤仔、内袍、蓝色外袍，搁派衣服带，接续将红牌用金链仔甲点衣服带的经带顶，挂伫胸前，最后伫礼冠。穿好这个祭司服以后，接续受抹油膏，封立做祭司，伫上帝面前服侍上帝。祭司服毋单单是反映圣洁的特质，也代表以色列12支派伫上帝的面前服侍。信徒该祭司是长老教会的信仰传统之一。安尼的信仰主张打破神职人员垄断祭司职务的局面，互每一个信徒通过大祭司耶稣基督，拢通伫上帝面前服侍上帝。神圣职务普遍化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咱爱珍惜、爱重视祭司职务，是诚侪神甲人之间的桥梁。因为安尼，咱爱洁净家己，常常读经灵修，借着圣经更较了解上帝的心意。伫灵修的时阵，咱也爱思想人生中间所拄着的问题和挑战，来上帝面前交托，寻求上帝的带领。也世纪德国出名的神学家卡巴特认为，基督徒爱一手摕圣经，一手摕报纸，就是对身为祭司的信徒上好的提醒。默想，生活中我有过圣洁的生活无？安怎互生活恢复圣洁？生活中我有过圣洁的生活无？安怎互生活恢复圣洁？咱来祈祷。怜悯人的上帝，你拣选我成做服侍你的祭司，想到个人的软弱甲不足，真正袂堪得承担这重要的职务。恳求你洁净我的心，
互我用圣洁来服侍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